做伙跳舞。买来2尾的姜啊3尾，来5尾的姜啊8尾，来2尾的大家好，我是你想要去拍乌。我爸爸感觉乡村人就是爱拍甲乌乌，安尼较像在地安尼。出去读册了就想爬啊，所以我爸爸就甲我讲，你想爬啊去拍乌。对啊，阮就感觉即句话介特别，嘿，足趣味的，就甲伊当做阮的团名。乡村版都有足特殊的台语的民谣，因的手足长的，嘿啊嘛足侪尾音，足侪牵音，还有足侪长音的，嘿，伫遐说啊足水安尼。然后阮就想讲，来甲阿嬷算一下好，来一条歌就安尼出来啊。手中不晓。伊去找阿嬷，就是乡村遐的阿嬷，啊伊就讲阿嬷，我帮你甲这盘摕去洗洗的哦。啊，洗洗，下面人来洗洗的，我无啦，洗洗。伊讲洗洗的。就是台语不是我母语啦，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有点是领路人，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以一个鼓手的身份去领悟台语的美，我觉得很棒。怕不要讲啊，别人都拢会笑我的台语，但是我唔惊啦，哈。迄条歌其实是写互鼓手学的，伊其实是咧画图，是插画家。伊讲伊若画一笔，就亲像伊行过一条路安尼。阮咧做唱歌这件代志咧写歌，啊，阮咧唱的歌嘛，亲像阮家己行过的路。啊，阮嘛是乡村来的乐团，就是咧行阮家己的路。海碧61号赞。看到那色的海。